来看花莲罢免案，逼出后进人员去人家查对身份的证据。检调张玉丹县府民政处处长明良真，信后是申请羁押禁见。上新的消息是裁定50万交保，按若检方要继续控告。花莲县府表示，相信当前是依法行政，无漏涉告知。经过一暗的侦讯，县府民政处长明良真甲副处长吴俊基等7个人，互检方认为涉案经济重大，因为罢免提议人名册签章插队是属于花莲县选委会权责，县选委会煞无委托行政机关查队。透过电脑系统查对罢免提议人名册、户籍资料的机会，于法定职权外违法进行非户政机关职权的罢免提议人名册签章查对，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，罪嫌重大。就民事被告部分，因为有湮灭证据、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，且有羁押的必要，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消息传出了后，花莲县府已经报告将候选人员就问查水表的证据，稍后是中央选委会无清楚交接甲教育，坚持相信当前袂做非法代志。全体同仁都是依照行政程序法第36条依法执行职务，也没有泄露个资或违反选罢法的情事。我们期盼司法机关能够尽速厘清真相，还同仁清白以及人身自由。部分议员甲保保团体是希望检调会当调查清楚，开放花莲公平安全的联署空间。我们希望检调单位可以查明清楚，然后厘清真相，那给花莲公民一个安全的联署空间。我在这里合理质疑，明良真处长是自行揣摩上意，还是有更高层的人士授意他做这些事情？其他民政处副处长吴俊基等6个人是无羁押必要，检方下令交保新台票30万至2万不等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